2025金沙中國澳門國際10公里長跑賽將於3月16號起跑。我而家帶大家先嚟到西環湖廣場起跑嘅現場。比賽當日凌晨5點就可以入場㗎啦。大家可以經由設於何鴻燊博士大馬路、西環湖景大馬路及孫逸仙大馬路4個入口進入儲物區同熱身區。入場前請把號碼布扣於胸前。如果唔需要儲物，就按照自己嘅報名項目進入熱身區。大家留意啦，10公里儲物時間係由5點30分至到6點45分，歡樂跑儲物時間由5點30分至7點20分。超時係唔接受儲物㗎，組委會都唔會對冇儲存喺儲物處嘅物品作任何處理。而歡樂跑同10公里嘅儲物點係唔同嘅，儲物嘅時候記得用大會先前派發嘅儲物袋，並且插好號碼牌。儲物後就要盡快進入熱身區準備比賽，然後根據自己嘅參賽項目按時進入起跑區。10公里截止進入起跑區嘅時間係6點50分，歡樂跑截止進入起跑區嘅時間係7點35分。10公里長跑賽將於早上7點正起跑，參賽者必須於8點40分前完成賽事。歡樂跑將於早上7點45分起跑，參賽者必須於9點前完成賽事。完成賽事之後，請領取完成賽事嘅獎牌同埋紀念毛巾。已完成賽事嘅參賽者可以到前方嘅一啲打卡位拍照留念。對面嘅出口可以通向領物處，領物時間係由早上8點20分至11點。沿住呢一條嘅路線就可以到達位於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游泳館位置嘅領物處，攞返個人嘅物品啦。頒獎儀式將於早前領取號碼布嘅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舉行。優勝者可以到室內體育館正門集合，準備領獎。歡迎各位參加者為得獎嘅跑手打氣㗎！祝各位有愉快嘅參賽體驗，取得好成績。